24年前追女神書網上爆紅，追女仔唔一定要聽佢講嘅，不如睇下 hit 到爆嘅怎樣征服美麗少女。封面係靚啲嘅，但係和講冚天書啊。如果我早啲睇到呢本書，我應該唔使走咁多路咯。神作啊！呢本24年歷史嘅追女神書，一開始就教追女仔先要鼓起勇氣。話好多女仔表面好冷淡，其實係想男仔做主動。但係搭訕之前最好搞個頭啦，因為女仔會最先注意髮型。靚唔靚仔都唔緊要，最緊要夠溫柔體貼。中意玩咪不妨講出嚟啦，因為女仔最欣賞興趣多嘅男人，仲會主動幫人加晒分啦。間唔中讚下個女仔靚，更加會令到佢哋心花怒放噶。本書仲講點解美女嫁醜男，展示女生心理。近日本書出現咗 PDF 版，幾日之內就俾人 download 5000幾次。唔少網民仲跪求出版社再出版，希望買本俾仔仔睇啊！不過有網民話呢個時代已經唔係單靠勇氣就追到女仔噶啦，仲要學識點樣征服外母，買到車同埋樓先得噶。